李护卫，待会儿等你家大人回来之后，还请您在你家大人面前替我等多美言几句啊！啊。 好说，好说。多谢。钦差大人到，圣旨下。皇上密旨到，刘德昭等一干官员接旨。臣刘德昭接旨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卓龙3为钦差大臣，在查办舒总兵遇刺案之时，监督查访山西赈灾之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之官风政绩，如实禀报，不得有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，刘大人，这皇上的密旨可都听到了。这临出宫前啊，皇上再三叮嘱，一定要详查山西的赈灾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的官风政绩。那就有了各位大人多多配合了。哎呀，龙大人您就放心，我等自当竭尽全力的配合龙大人。 龙大人这一路实在是辛苦了。这舒总兵的府邸的位置这么偏僻，而且呢，设施呢又这么简陋，实在是委屈龙大人了。龙大人是这样啊，如果龙大人您不嫌弃的话啊，毕府呢有一个小小的别院，而且环境十分之优雅，出行呢十分之便利。大人可否考虑移驾到小院暂住啊？ 多谢刘大人的美意。只不过啊，这皇上下旨让下官巡查当地的官风，你我不适合走得太近，只怕别人容易多说闲话，对你我都不利。哎呀，龙大人，你看你啊，自京城远道而来，那是翻山越岭啊，太辛苦龙大人了。 你看啊，你既然到了这里，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这些地方的同僚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主子，咱们这几天在舒府，天天粗茶淡饭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，不如就看看这刘大人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。鸟的，行，那就多谢刘大人。龙大人，请。 请。请。